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4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45678例本土病例，152人死亡。这里加一个驻第4档医疗民众不幸过往。海军失事直升机的机工长规身躯9.5小烫伤，家属决定放弃急救，昨暗11点左右伫汤圆的厝里过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昨裁定人民有权利伫公共场合大声自我防卫。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对这个裁决真失望。新台市来看，咱过来今仔增加45678例本土病例，152人死亡，有372例中重症。有一个12岁查甫囡仔送到病院之前就已经过往了。指挥官陈时中今仔嘛解除隔离第5天，今仔做快筛是阴性，所以有出来主持记者会了。今仔开始，全台湾的病院和长照机构拢开始开放探病，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确诊了45678位，有境外移入的病例有89位，那死亡的个案的部分有152位。好，今天新增372例的中重症个案其中243位是重症，129位是重症，12岁的男生男童，那本身是有先天性的肌肉系统的疾病，诊断书上是写说是心肺衰竭，到院前的这个呼吸心跳都停止，那另外有这个新冠肺炎的确诊。好，那到今天早上终于就是清清楚楚一条线，所以大致上大概面对面，只要把口罩戴好，都不会对大家造成任何的威胁，请大家放心。全国的长照住宿型的长照机构现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都可以来探视，只是在探视的访客要出具我们的抗原快筛阴性的证明。好，那当然有完整接种过疫苗免除这样筛检阴性的证明。那在医院的规定也是一律都来放宽了，评估有照护需求者他陪病的人数可以增加1个为2人。来看高雄一个国小2年的查甫囡仔，顶礼拜5注第2档的莫德纳疫苗后来出现发烧的症头，结果是送高雄的中间病院去治疗。医师认为有可能是心肌炎，这是疫苗的副作用哦。另外，这里嘉义水上乡有一个68岁的查甫人注第4档的莫德纳疫苗了后，也雄雄死亡。6月17开始，6岁到11岁囡仔会当开始注第2档的莫德纳疫苗。高雄一个查甫囡仔，伫咧会当注第2档的头一天，就去龙城乡注莫德纳，10口出现胸坎杂发烧症头。地区病院的医生烦恼这甲疫苗不良反应有关系，赶紧甲伊转去中间病院。那个吃饭的把胸口闷，一点点痛这样子，这是接种疫苗引发心肌反应，而且他说如果不是意外，是应该高雄的第1例。家长讲，中间医生研判是注疫苗产生的心肌炎不良反应。家在囡仔除了心肌炎的指数有较悬，无其他无爽快所在。这嘛，互伊甲其他家长分享，建议囡仔要注第2档疫苗，时间唔免接甲遐晚。疫苗风险也许是因为每个人的体质还有当时身体的状况或者每次疫苗的出厂的那个批次可能都有点会不一样。再稍微拉长一点，来观察一下小朋友身体状况，因为毕竟还小，不像我们大人。小儿科医师讲，注疫苗的不良反应甲个人的体质有关系。根据中央的建议，囡仔要注第2档，要让4礼拜到8礼拜，家长会当调整时间。若是囡仔状况无介好，嘛无一定爱4礼拜到就随去注射。也若是伫家己有一个68岁查甫人，注莫德纳第4档疫苗了后死亡。佫艰苦安尼啦，我讲我送病，甲我讲唔免啦，安尼尔。那是不是跟疫苗有相关？我想这个我们都会协助家属来做一个审议。嘉义县表示，目前全县已经有14026个人注第4档疫苗，这是头一站有人通报死亡，会全力甲家属斗3天。嘛，因为家属对查甫人的死因有疑问，检察官会经时间解剖查明死因。记者综合报道。
新北市2岁查甫囡仔恩恩染着病过身哦。恩恩的爸爸今仔讲，恩恩送病院的时阵，血氧的浓度只有80，也毋过消防局的记录说是写讲无法度量，希望市政府也是讲消防局应该爱来解释互清楚。新北市消防局嘛回应表示讲，血氧是80的记录是家属提供予救护人员的。医师高大成是讲哦，其实重点是敢有好好抢救，还是讲敢有耽误着就医。继续追查新北2岁查甫囡仔恩恩确诊过身健护送医的真相。恩恩的爸爸佫针对救护记录表提出疑问，认为恩恩送医时的血氧浓度甲送医健护有关键的关联。恩恩到病院时阵血氧只剩80，无线电有回报，毋过消防局救护记录表说写无法度测量，希望消防局应好好回应讲清楚。经查救护出勤同仁表示，有尝试量测恩恩血氧，但是量测不到。故救护记录表上填写无法量测。无线电记录中回报的血氧值80是家属提供的。新北消防局回应，无线电回报血氧达80记录，是迄时阵家属向救护人员提供的。虽然无法度测量到血氧值，不过救护同事观察恩恩的皮肤色地了后，互伊上诉处置。恩恩的爸爸反驳，厝内底无血氧机，恩恩的妈妈也无讲过血氧80这句话。刚才我看完了新北市消防局的最新回应，针对恩恩的血氧值80，是由我老婆告诉他们的。我感觉到非常的惊讶跟愤怒，为什么新北市消防局要把状况变得这么复杂？诬赖说血氧值80是由我们家属告知。针对恩恩的事件，医师高大成分析，关键是伫是毋是有适时的抢救，是毋是有延误就医的情形。我的讲过，小孩子生命很好啊。老北劳务在求救的时候送医，如果及时送医的话，我认为一般在30分钟以内送到，大概都救得活。我100%99%能救得起来。高大成也进一步说明，虽然囡仔病情变化紧，不过急救的时阵好转情形也真紧，都是因为生命力好，恢复能力也好。就算抢救回来可能有产生脑神经相关的病变，不过也是有机会透过复健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一个8岁老大人哦，最近规身躯拢无力头晕，嘛无胃口，佮一直走吧，送病院检查，结果发现讲伊是胃着病哦。医师讲，这甲一般的症状是无啥相共，所以嘛提醒70岁以上的老大人，着爱特别注意哦。病院先互这老大人食抗病毒药啊，嘛帮伊煮营养茶。这阿嬷嘛已经出院咯。医护团队替100岁的单丽阿嬷庆祝生日，伊是微微啊笑，向医师点头致意。伫边的家属也拢真欢喜，因为这个月11，阿嬷走饱又搁昏去，送病院检查竟然是染着武汉肺炎，走访一时间真危险。哎，这次实在很危险来的啦，确实很危险。来到这里受你们的照顾，非常的感恩，谢谢。负责治疗的吴日连心病院表示，阿嬷 PCR 体检阳性确诊，不过照 X 光煞发现讲肺部无发炎，也无发烧、嗽或者是喘的症头。家属讲阿嬷是规身躯无力、头晕、胃口歹，甚至一直走饱，经判这不是武汉肺炎时常出现的症头。有些病人他临床表现出的症状并不是高烧咳嗽，这种尤其在年长病人，他出现非典型更明显，就是拉肚子。我刚刚提到拉肚子、食欲不良、头晕、突然摔倒，那这种就要考虑到，他是不是得到了一个新冠肺炎的感染？后来阿嬷带入去专责病房，食抗病毒的药啊治疗，佮煮营养剂，症头明显改善。7天了后，该隔离，病也好啊出院。医生强调讲，台北甲台中拢出现过这款病例，拢毋是武汉肺炎时常出现的症头。分析指出，年岁拢伫70岁以上，提起厝内有时大的民众得要注意，较免耽误到治疗的时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县的山区哦，昨下晡熊熊落大水雨，伫尖石乡的山区哦，有一阵爬山的人因为溪水熊熊涨起来，因就掉进溪边哦。警方跟消防局已经把9个人拢救出来咯。气象局下晡嘛针对北部、南投地区，佮有东北部、中南部的山区，计共14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
被困的9个爬山的人全部踮在溪边，因为黄色的溪水是真臭流，水势一直为水头向下骹冲。这是新铁县尖石乡的镇西堡王新木区1公里的溪谷。23下晡向落大水后，警方接到报案，马上赶去现场。但雨势转好了后，各了水用专车方式将9位游客带到安全的所在。登山客一行9人返程途中，因午后强降雨致水流暴涨，受困溪畔，立即通报田埔消防小队，将受困民众一个一个安全护送到对岸，使脱困。先期是因为是关粉真热好天气，中昼前后，湘北甲中南部地区关粉可能超过36度。不过根据气象局观测，中昼过后，大台北、中南部甲其他山区也是有局部短暂微阵雨，而且伫对流发展旺盛之下，有时阵会有单雷公甲强阵风。从天气图上可以看到，目前我们处在一个太平洋高压的边缘。那在这种天气形态之下呢，其实是容易有午后雷阵雨的。另外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南边的外海哈，就是在我们的，尤其是特别是我们的东南方海面呢，有一些对流云系正在发展。那偶尔呢，在我们的东南部、恒春半岛这些地方呢，会有一些水汽移入。气象局表示，拜六2号高压会向东提起。下雨中昼过后，西北风更较明显，尤其中昼过后，西半部地区甲各地山区口底延时强降雨，各局部大雨发生几率，部分地区可能会落冰甲，天气变化较剧烈，民众一定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一就公布7月份刚开始哦，敢要起电价。行政长苏贞昌嘛表示讲，最近发电的成本是增加袂少，其他真侪国家的电价拢已经起价咯。咱台湾是要安怎起价，会来尊重电价审议会决定哦。因为有风声讲，可能只会起用电大户。国际电脑的大厂商 IBM 的台湾分公司就表示讲 ，IBM 的用电量是真低，所以电价起3%到8%，伊应该拢有法度负担。纵使这电价涨3%到8%，对 IBM 的影响也不大。对 IBM 当然一定会有经营的影响哈，但是的确是可以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国际笔记型电脑大厂 IBM 台湾分公司总经理吴建宏坦白讲，大通货膨胀时代已经到啊，电费调悬是意料当中的代志。强调 IBM 真侪年前都已经有这样的做法，起电价冲击无大。佮强调台湾电费俗，那说国际燃料起价，安尼台电都应该反映成本。反映成本是必然的啊，因为每年现在台电的亏损也蛮大的，长期下去对大家也都是一个负担，因为也都是全民在纳税缴的钱。毕竟我们跟很多国家比起来的电费真的是相对便宜。国际企业大声支持电费调悬，不过部分本土企业反对，甚至放调要离开来抵制，因为传出这届起价，敢若锁定用电大户，而且调整幅度可能一群起8%至10%。对这样代志，行政院长苏贞昌、经济部长王美花讲法拢同款。电价起价交由电价费率审议会审议，后礼拜1、2、7才会公布。天然气、油、煤炭都大大的涨价，公司营运成本、民生生活必须做最妥适的考量。电价审议会会有产官学员组成哈，那会就各项的因素那去做讨论、做决定。下晡台电要召开股东会，将公布去年营收，也会公布今年营收状况。今年1月至4月了469亿，各加5月预估破500亿。而这个无调悬，继续了，安尼全年亏损看上2000亿。记者综合报道。丽华风电要进行第3阶段的区段开发咯。今仔早起，针对加拿大一间能源公司提出伫中华外海的开发计划来进行环评的审查哦。虽然开发厂商是表示讲，因会来降低水下的噪音，也毋过动保团体指出，对于生活伫这海区的一种海猪叫做乌鹅，有可能会造成因的健康愈来愈重。中央政府推动再生能源，去引袂少外商来台湾投资。丽华风电第3阶段区地开发案件，陆陆续续送到环保署进行环评审查。再去审查中华外海嘉陵丽华风电开发案，基地面积76平方公里，丽华有43公里，规划30至43台风机。针对保护团体上界关心的，就是施工造成水底噪音，会对海底海岸造成冲击。开发单位表示，已经有降低噪音啊。
全程会采行就是最佳的一个噪音防治工法，设定我们的警戒值158 dB， 警戒值超过的时候，我们也会就是采取适当的应变措施，譬如说降低就是装锤的一个强度跟打桩的次数。不过，中华鲸豚协会这期开发单位一再强调对中华北海地影响无大。不过，这个所在白鹅较少，族群较侪，颠倒是乌鹅。乌鹅伊会较只偏无稀释，真歹看到，无代表因无存在。时光的水底噪音若达到140分贝，对因的听力会受影响。陆籍鼠海豚，它只要140就会影响。施工单位以158做警戒值，但将会反而造成就是陆籍鼠海豚陷入就是暂时性的听觉衰退，或者是永久性的听觉衰退。另外，风机敢会影响到鸟类的生态，受到众人关心。开发单位讲，这个风场甲附近的北陵风场会留2公里宽的鸟类笼岛。不过，农委会认为相关资料太过简单，需要再做较侪补充。落尾主席决议案件是保证在审。记者综合报道。昨日下晡，海军一台直升机失事，机工长刘尚军规身躯有95%烧烫伤，昨暗家属决定放弃急救，要留尾仔最后一口气，甲伊带转去桃园的厝里。昨暗11点左右过身。海军司令部是表示会全力来协助家属。涉来 S7公司反舰直升机，一个留伫咧事发现场，用篷布砍掉的边仔油封锁线。国军调查小组2、3早起到现场勘查。啊！就嘣一声，毋知对倒啦，伫内底听到嘣一声。讲遮火烧厝安尼，奇怪哪无消防车。日下昼，这台直升机伫咧高雄所辖海军反舰航空大队基地训练时阵，伫营区内意外摔来，现场规个拢烟，要民众看到现场救灾情形。飞机顶4个人拢受伤，伤势上严重的是机工长，规身躯有95%2到3度的烧烫伤。23暗家属忍痛放弃急救，留最后一口气送登去桃园的厝内。其他正副驾驶3位拢受伤，情形是较稳定。国防部也请台北的烧烫伤甲心脏科的权威医生罗南去斗3工，会全力救治，也成立调查小组调查代志发生的原因。初步怀疑有可能是尾流的风叶仔故障，掩过原因也会调查。但是看通联记录，并无人讲到有机械故障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配合108课纲的改革，去年是最后一届的指考了。今年又改做分科测验，7月11、12这2天要考试。大考中心今仔公布防疫措施，强调讲考生若是为着病，就爱先上网络去登记。全台湾20个县市拢会来设居家照护的考试场。若是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的考生哦，会安排伫一般考试场的隔离考场来考试。进入考场进前，帮体温提出身份证明的场面，依然会出现伫分科测验。配合108年课纲改革，今年第一摆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会伫7月11、12登场。大考中心开放新冠肺炎轻症，甲无症状考生拢能参加考试，加速国内大型升学考试的第一摆。轻症无症状的考生，我们会在20个县市设置居家照顾的考分区。考生跟考生之间的间距必须要达到2到3公尺。轻症或者是无症状考生会伫居家照护考分区参加考试，居家检疫、隔离甲自主防疫考生是伫一般考区的隔离市场参加。不过，除了一般的挂喙安无开放备考，原来规定以外，确诊还有居家、居检等考生，7月7日了后，拢要先去大考中心写资料，若无会被取消资格。没有主动填报或是没有据实填报的话，经过查证属实呢，会取消考试资格。那即使录取以后呢，也会取消录取资格。选择分发入学管道志愿校系的考生，最多只能填6个志愿。考生如果有参加今年的学测数科考试，成绩则由中心提供繁星推荐入学，已经获录取并放弃，可以申请分发原繁星录取的校系。申请入学管道或校系正取、备取且经分发后放弃的考生，可以选择一个校系来分发。另外，被医师诊断出新冠肺炎中重症确诊的考生，无法度参加分科测验，影响招联会申请参加补救措施。不过，牵涉政府人力管控的医学器科学师规定系组无法度适用。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宜兰一间国中一岁地老师，被指控讲违反教师伦理，骗说学生。学校的家长会今仔开记者会，要求政府应该爱修法来改变教评会制度，让一寡5人子弟老师有法度离开校园。违反教师伦理不是恋爱。华考校要求政府修法，改变无法度淘汰老师的教评会制度。并且还予被害学生当事人应该为救济权利，因为宜兰有一间国中的4地老师被指控自2019年开始违反教师伦理，污言性骚扰学生，严过只敢面临到停评6个月或者是记过的处分，正紧就个登去学校教书。代师不止违反教师应该谨守的专业伦理，还对多位学生性骚扰。已经调查属实。他一个人对这么多的学生做这么不当的事情，违反教师伦理性骚扰，为什么他还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还没有结案就办复聘呢？教育团体进行了解，专案伫咧性评会调查，抑个教评会审议的阶段，都有遭受到公校老师监护调查，甚至有议员甲前任的官员护航。至少3个同学曾经听过老师说像这样的话语哈，包括就是说我有某某某给我的汽车旅馆的 VIP 卡哈，然后就是要跟同学讲这种像具有一种性暗示的语言。性评会或是教评会在调查单一教师有多起的一些案件的处理的时候，要怎么样去通盘审议哈？性评会或是那个组成调查小组在调查的时候，其实这个应该也是可以有一些通盘的处理。参加会议的立委是建议，现行的教师法应该进行修法，让违反教师伦理的老师重新袂当搁再聘任，或者是1年到4年内袂当聘任。而且伫咧共一位老师复诉案件内面，要建立通盘调查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缅甸前领袖翁山书记传出本地是互军政府居家软禁，最近说放送到首都一间家家关起来哦。军政府无任何的解释，也毋过有消息指出讲翁山书记的健康并无问题，也毋过军政府是拒绝外界甲翁山书记密会。根据熟悉人士的消息，缅甸军方无任何解释，23将翁山书记转移到家家单独监禁。伊过去1年拢互人关押伫首都一位无公开的所在。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74岁的民选领袖，目前精神健康状况良好，也冷静面对单独监禁。翁山书记互人判11年的徒刑，各方人犯罪。外界谴责军政府是因为政治动机所设的罪名。另外，前总统文敏原来互人单独监禁，政府发布简单的声明，证实伊强加禁，佮表示一切依法行事。This is an outrage. The junta works very hard to try to create an impression of legitimacy. Their propaganda machine works round the clock, and they'll take any thread of evidence that they could find to make it appear as i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cognizes them as legitimate. 人权组织谴责这个审判拢是假，因为伊的律师袂使甲媒体来交谈，伊的审判过程袂使采访。军政府也拒绝8个外交官甲翁山书记会面的要求。It's pretty clear that the military junta wants to intimidate not only Aung San Suu Kyi but also her supporters. This is the military in a desperation move, really trying to show that they mean business. 人权观察认为，北美、欧洲这个大国将问题等候无能力处理这种问题的东南亚国协实在是不幸，问题会尽快得到解决。国际上有反人类罪，也有大规模的暴行战争罪，这个情形差不多每天拢伫缅甸真实发生，需要有新的对策。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后面将接受乌克兰正做后面的候选国。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表示讲，这是历史性的时刻。也毋过为伫巴尔干群岛，包括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等内的国家，嘛是无取得候选国的身份哦。因想要加入后面，阁有通等。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报告好消息，因得到后面领袖支持，正做候选国。Тільки що отримали кандидатство. Це перемога. Чекали 120 днів і 30 років. 伫后面峰会23伫咧比利时布鲁塞尔开战前，外界就预料有这种结果。一个伫战争中的乌克兰人有啥物看法？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звичайно. Тоді це якийсь захист і надія на краще життя. Наші проблеми, що були, вони не вирішені, вони лишилися. Євросоюз свої права захищає.
Нас вони не дуже цікавить, їх цікавить свої інтереси.乌平速度正紧、正团结的，和乌克兰将这后三国和乌克兰会当进一步摆脱俄罗斯的影响，甲西方更加紧密的结合做伙。伫咧乌克兰西南边边的一个东欧小国摩尔多瓦，也被接受将这后三国。俄战争一开始，惊被影响，就宣布政治紧急状态，关闭领空。3月提出加入欧盟的申请。The countries all have to do homework before moving to the next stage of the accession process. But I am convinced that they will all move as swiftly as possible and work as hard as possible to implement the necessary reforms. 不过，已经有候选资格几多年的巴尔干6个国家：阿尔巴尼亚、波士尼亚、科索沃、蒙特内哥罗、北马其顿加塞尔维亚是也无法度加入。Russian aggression on Ukraine is a threat to all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and in this context, European Union enlargement to the Western Balkans should be seen as a necessity, but also an investment in the security of the European Union. 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讲，乌克兰人对得到后三国的地位免欢喜甲伤早，因为要加入欧盟规个程序爱开真久的时间，加入进程就会改革，政府就会稳定、民主、尊重人权，实施自由市场经济，做到符合欧盟各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司法等规范的要求。一般这寡若拢要做到到，就要几多年的时间。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中国、罗西亚、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金砖5国暂时性开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演说，伊呼吁这5个国家爱合作，做伙来对抗西方的欺欺。罗西亚总统普提嘛讲，全球经济会出现危机，这是因为一寡西方的国家太过自私造成的。金砖5国领导人23用实现进行第14遍的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辞时阵讲，金砖国家作为重要新兴市场甲发展中大国，爱发出公平正义的声音，推动国际社会做到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摒弃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反对单边制裁、滥用制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家庭超越霸权主义的小圈子。金砖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中国今年是主席国，俄罗斯自2月24出兵攻打乌克兰和欧美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被迫找寻新的市场，加强甲非洲也个亚洲国家的关系。普京讲，全世界经济有这么危机，是一寡国家苦路无详细自私的行动。Только на основе честной и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й кооперации можно искать выходы из той кризис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которая сложилась в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из-за непродуманных, эгоистич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отдель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которые, используя финансовые механизмы, по сути, перекладывают на весь мир свои собственные ошибки в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ке. 相比较俄罗斯甲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批评，南非总统拉马佛沙的谈话是注重伫咧解决国内散车、疫苗取得，一个跨国贸易投资的问题。巴西总统波索纳罗讲，对金砖5国进一步经济一体化持开放的态度。印度总理莫迪是避谈敏感的话题，注重伫咧论坛的本身，希望金砖5国会当激发新创企业之间的交流。公司新闻郑伟林、蒋建光编辑。来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伫昨裁定讲，人民有权伫公共场所炸庆自我防卫。美国总统拜登是表示真失望，伊认为讲这个裁定违背常识，会对所有人造成困扰。因为目前伫纽约、加州这个所在，拢限制人民伫公共场所炸庆。也毋过，昨大法官是以6-3来裁定讲，未来是会当伫公共场所来炸庆哦。这嘛恐惊会互美国枪击暴力的问题愈来愈严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3由6个保守派大法官赢3个自由派大法官，裁定纽约州限制民众伫公共场所炸庆害的法规，违反美国宪法第2项修正案。美国总统拜登对这件代志表示，这种判决违背常识，对所有人带来困扰。I am disappointed in the Supreme Court gun decision. There is one little bit of solace in the minority making up the majority opinion. Has laid out that it affects not every state, it affects only 40 states, a lot of states it affects. And then I believe that the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today defies logic
in terms of what we know we are capable of doing with reasonable gun safety laws to secure the safety and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of our nation.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今年已经发生超过250件大规模枪击，平均每天有4人因为枪击事件受伤还是死亡。这个裁定一个出来，纽约州长形容这是黑暗的一天。加州州长纽森是批评这项决定是正天佑。This is probably the most significant ruling the Supreme Court has made on the Second Amendment, expanding gun rights, and probably the most dangerous. By wrongly issuing this decision and ignoring its public safety implications, the Supreme Court risks converting the Constitution into a suicide pact. 这项裁定会限缩纽约、麻州、加州、华盛顿地区有类似枪械管制法律。这个州有美国人上捌的城市。美联社是讲，一定有1/4的美国人生活会受到扩大有枪权的影响。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阿富汗发生规模6点的大地震，上无造成1000个人死亡，超过1500个人受伤。目前联合国甲世界各国拢已经出手来斗相共咯。咱台湾政府嘛决定讲要捐100万的美金，大约3000万的台票来帮助灾民。小火车叫石头堆地条的边仔的居民伫倒去的厝，用手将石头搬走。阿富汗日发生规模6.1的强烈地震，震央帕克蒂卡省地震的深度敢若10公里，造成严重的灾情。目前也有一寡民众伫土石堆内，估计死伤人数也会升悬。有灾民一暝都失去19个亲人，面上的表情拢硬去。बकरा आदमी में खुशी वे दागा द्रिपा बला कटाके 综合外国媒体报道，这个地震影响5个地区，大部分是农村甲偏远地区，厝拢是土埆厝。一个拄着地震就倒，佮加上最近2天一直落雨，佮透强风，严重影响救援。这场阿富汗将近20年来上严重的地震，因为原本都受到国际制裁，有经济甲粮食危机，佮加上基础建设、道路甲通信塔，拢因为地震歹去，无法度援助灾民，必须塔利班政府正式向国际社会求助。联合国甲国际救援组织已经运送10吨基本医疗用品加20个医疗团队、粮食以及紧急的避难设施进入当地救援。At least $15 million will be required immediately to respond to multi-sectoral needs. We're concerned about not just non-food items and getting people into shelters and providing medical supplies.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政府已经联络伫阿富汗活动由华府支援的人道团体提供必要的协助。南韩23表示，会提供100万美金的人道援助。联合国驻阿富汗特使表示，目前联合国伫阿富汗无法度提供苏炸甲救援人力，只有土耳其会当提供援助，已经甲土耳其大使馆沟通协助救援。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再来看美国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伫昨通过2023年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内容是包括要支持美台军购，佮有甲台湾进行实际训练，佮有军演，小挺台湾对抗中国的威胁。说来特别举办北约峰会咯，美国白宫是表示讲，北约的新战略嘛反映出未放心中国。美国众议院军委会23通过2023在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内容真多。其中有关台湾的部分，包括美国应该继续支持台湾发展现代化防卫军力加军购的请求，甲台湾进行实际训练加军演，美台国防官员互相交流，协助强化后备军力等等。法案所落来也该经过两院协商。伫最近美国国会一寡友台法案，拢会让看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无改变。你看到这些法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极力的要去捍卫现在的台海的现状。法案也讲到支持美国国防部透过兵棋推演来说明印太司令部行动规划，特别是涉及到台海冲突的设想，也批评中国对台湾的胁迫甲侵略。美中互相伫咧比悬低，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总监坎贝尔讲。任何会危害太平洋岛国主权的纪律的创击，拢会受到美国的关心，互人解读是伫咧警告中国。
think is important is protecting sovereignty. Sovereignty is central in terms of how we see the Pacific overall. And coercive, aggressive behavior, not just in the region, but elsewhere around the world, that they believe it's important to factor China into the new strategic concept. 就连北约拢积极伫咧关心中国，北京表示，北约嘅新战略构想反映出对中国嘅担心，包括中国嘅经济行为。北约峰会上将会就此进行讨论。中国外交部是反击讲，北约是冷战嘅产物，加美国主导下嘅全世界上大军事联盟，唔通想要甲欧洲集团对抗嘅迄套摕到亚太地区，变乱全世界。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消息，咱来看台北大巨蛋伫台北市长郭文德落任进前哦，应该是无法度完工咯。原向本地是按算讲，今年6月就会当摕到使用执照，10月会当开始试营运咯。也毋过目前第4届建造变更阁还未通过。原向是表示讲，是因为消防排烟的审查内政部还未通过，10月应该是无法度来试营运。郭文德哦，嘛对内政部真不满。台北大巨蛋试营运时间是遥遥无期，原向分别伫去年4月、6月向中央提出峰会必然成零，因抗模拟审查，到即马结果还未出来。台北市府承认10月试营运确实会跳票，建造变更设计完成了后，有过爱过半月工期，要求原向爱伫年底进前摕到使用执照为目标。第4次的建造变更，目前在性能评定的部分，那因为评定书还没有发下来。那他这个审查单位会希望跟这个消防审查所谓的烟控能够一起来进行审查，所以目前就卡在这个所谓的内政部10月试营运这部分可能没有办法达成。都市长郭文泰是将炮口对准中央，因为去年4月远向中央提出峰会必然成零审查，到即马拢无回函。市府爱伫内政部回函了后，才让远向建造变更，远向才能做出来去的工程，完工了后才能摕到使用执照。去年4月到现在，我也不晓得他为什么必然现审查要审这么久嘛？那其实这样的哦，也不要为了对付柯文哲，你知道哦。大湾北段呐、大巨蛋呐、社子岛每样都卡，我觉得这样的哦，政党的利益不要超过国家的利益，这是不应该的。郭文泰强调，台北市府对大巨蛋的态度未放水也未刁难，一切依法行政，爱安怎做就安怎做。记者综合报道。6月2日是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咯，咱台湾并无立法禁止酷刑公约施行法。把被判死刑的受害者所更好的指出咯，因为台湾目前并无协助酷刑受害者的机制，伊就是上好的案例。民间团体嘛呼吁政府讲，应该赶紧来完成立法，让酷刑归零，让酷刑归零。大声喊口号，民团呼吁互酷刑归零，政府应该赶紧通过禁止酷刑公约施行法。台湾过去经历过威权统治，政府对政治异议分子甲人权捍卫者施加酷刑，这种不当的对待，并无因为戒毒戒严而消失。酷刑的受害者苏建和，1991年因为死刑案被刑求逼供，在2002年被判无罪定案。不过台湾目前并无协助酷刑受害者的机制。和苏建和也信心到即马拢无法度平复。我还要不断的为我被刑求这件事情去解释，然后呢，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回归我的正常的人生。根据行政院送给立法院的这个禁止酷刑公约施行法草案的第5条，要成立一个国家防范酷刑的机制。有一位较好义工，去年8月时阵去倒本所，遭互警方不当的盘查上手铐。事解回讲。无人道的对待就是当作酷刑，因此禁止酷刑公约施行法的立法是正重要。法案明定，包括警察、检察官、监察的管理员，拢袂当对嫌疑人或者是受刑人施加酷刑。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是认为，死刑也是酷刑，应该做成归零。死刑就是一个酷刑，早就应该是台湾有义务要遵守的一个人权价值。即便是动摇国本，即便天会塌下来，政府都不可以主动的对人民施加酷刑。针对行政院5月时阵所公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新老家禁止酷刑工具施行法列做优先法案通过，民党强调会严格检视政府的进度。国家人权委员会是回应讲，自去年已经启动国家防制酷刑机制访视试行计划，总共访谈307人，希望做法让赶紧审议通过，甲国际人权的规范接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华人，逐档的热人拢会伫紫卡轩森林公园来举办免费的活动哦。去年因为疫情停办，今年会恢复举办。县政府嘛宣布讲哦，今年开始要收费咯，一个人要收50块，也毋过哦，华人居民同款是免费的。伫花莲吉安乡的紫霞轩森林公园，工作人员正伫咧赶工。今年县政府因为摕到花莲基金所挹注的7500万执行重塑改造计划，所以今年第一遍收费，一个人50。花莲县民是免费的，那还有5类的身份，像是65岁的长者、身心障碍者，还有他的陪伴者，以及12岁以下或者是不满150公分的人，还有低收入户，这5类的身份也是免费入园的。不过因为疫情，也受人的担心。再加上以前因为水质的问题，有人发生皮肤过敏的问题，也个别有救生员甲民众发生纠纷，所以观光业对今年的效益看法真保守。其实疫情还没有掌控得很好，县政府要多加一点功夫在上面，譬如说水质的侦测，譬如说上来口罩的管制，这些东西都必须要做得很完善，才会吸引旅客去，也可以保障到所有客人的安全。县府强调，每年拢有10万外人来紫霞轩耍水，今年更加创新高23万人次，其中有3成是外地旅客。即马疫情已经小可降落，才会开放耍水。不过，请民众上花了爱随挂水安，现场有工作人员随时伫咧巡。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政府主办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7月初2就要开始咯。县政府嘛先公布热气球的造型，佮有时间表哦。咱做伙来看卖。疫情也搁伫拖，暗过休热要到啊！台东县政府提早1个月宣布，今年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伫7月初2后礼拜6照常举行。县政府伫疫情期间袂使出国宣传，利用线顶国际旅店，请日本艺人大久保麻里子透过网络直播，争取国外游客来台东佚佗。从天空看到台东非常美丽的风景。县政府也伫开幕前1礼拜公布，今年争取到外国的造型热气球种类甲时间表，有动画系列、动物系列、交通工具系列，也甲歌手猫王等20粒造型球。游客当照日子来佚佗。7月初2都有部分国外球大型到位。第一个礼拜啊，7月2号开幕的当天，大概就有3颗是来自于美国的球啊，比如说像是谷仓球，还有小老虎啦，还有独角兽啦。目前主场地诺亚高台陆续伫整理会场，因为往年民众要前往会场拢找无车位，出现大塞车的情形。今年县政府特别增加停车空间，也提供 App 来找车位。大家原来安排电动巴士伫会场提供游客免费来坐游览高台园区。另外，原来有几间游览车业者甲饭店合作，提供为饭店接驳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岛啦，最近有金针鱼受到损害，农民因为有家己的金针农业保险哦，阿准应该是会当来申请理赔。也毋过后来所发现讲无遐尼简单，爱个看一档落来哦，损失有偌济，才知影敢有法度摕到赔偿。今日金针鱼部分的金针树倒成一片，未来拢无法度收成。受这几天气候无稳定，倒来是雨山里这处金针鱼，2号被阵阵的怪风吹倒。农民原本以为若有家己金针的农作物保险，就会当马上申报摕到理赔，但询问农会后，阁需要等到进一区域，迄年度具体修理查验，才当知影敢会当理赔。一年度的迄个算讲若减收，也是计小歹，吼看偌济减收偌济，啊，但是这风太济。讲无再来，这怪风，这毋是风台。安尼哦，嘿，这毋是风台，这算怪风。干那这搭有尔，别位拢无。农民无奈表示，这几年来天灾频传，为着要分担损失的风险，才会加入农作物保险，但却未当以个案申请理赔，对农民来讲相当无方便。文管府若受到解说，这是因为金针属于收入型的保险，
和天然灾害救助申请的方式有所不同。可能就要等到农粮署在整个产期结束去评估它整个乡镇的那一个平均收入，每公顷平均收入，看多少。如果再以它的投保金额去做评估啊，如果未达到它投保金额的部分，农经局跟农会会启动理赔的部分。农处表示，收入型的保险需要看区域作物、总经济的收入平均做理赔基准。金州分组每公顷总收入55和60万3种的保障金额。若当季平均的收入每公顷50万，金州农投保60万，就当摕到10万块的理赔。不过以天然灾害救助申报，全乡镇受损的面积要达到5%，也是同一园区损失20%才会当摕到补助。记者为你报道。来看云林的伦国小伫歇热之前带学生囡仔去海边啊捡垃圾，嘛教因讲安怎甲遮无路用的物件搁再利用。学生囡仔利用美术课来做创作，嘛做出真侪真环保的美术作品。海沙布满满的废弃物，有塑胶杆仔、鱼网仔等等，翘翘的载家规车。这个直直压腰捡垃圾、热心咧净滩的囡仔，拢是云林县口湖乡下伦国小的学生。有许多垃圾会在海滩上消除这些垃圾，也可以让民众也来的时候也不会太多受伤。很多外国的啊，或者是很多奇怪的东西，我觉得环境保护很重要，不要乱丢垃圾。为着要推动环境教育，培养保护环境的观念，下伦国小拢会带学生囡仔去净滩。即马搁进一步要用这寡海洋废弃物重新再利用做美术课的作品。这个废弃物回去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做一个清理，然后让学生去针对这废弃物的形态去做一个发想，去结合我们学校的一个民俗义政，然后去做一个海废丝头。海洋的环境教育，那当然其中最重要一个就是净滩的活动，捡到的东西那个海废融入我们的艺术课程，透过这样的艺术品，然后他会更喜欢，然后更爱这一片海洋。那互学生有难忘的净滩甲创作的经验，学校也结合当咧推广的狮仔灯，希望用这寡废弃物来制作狮仔头，打造一个特别的纪念品，互环保的观念愈深刻。记者综合报道。遮侪庄脚所在拢敢若剩老人佮囡仔尔尔。伫花莲的玉里有一个退休的国中老师，就教一寡少年人做木工鼓励遮囡仔留伫家己的故乡，来打造在地的产业。明仔载暗时7点半，公视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的节目，特别带大家做伙去花莲的玉里，来看这老师理想的故乡是啥物模样。伫花莲玉里，因为经济条件较欠缺。为着未来发展，真侪少年人拢出外打拼，敢若剩老大人甲囡仔踮伫故乡，历史家庭失灵。王家立原本是高中的老师，20多年来发现靠体制教育要改变囡仔的未来还无够，伊决定提早退休，带较早高中木工班毕业的学生，打造在地产业。其实人活咧，还佫有足侪代志会当做。我想讲安尼来陪伴因，啊，我想讲，这囡仔我感觉讲因的手吼，因的双手实在是我感觉足强的安尼，我想讲来教因做物件。改变总算互人看到啊！2019年，花莲林管处开始甲王家立合作，木材提供予在地使用，嘛希望甲人才找回来，活化地方的产业甲经济。这几个对伫王家立分书边的少年家，就安尼就有机会留伫玉里，替故乡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木工助理其实也开始会学会看图，去自己实做一些家具。平常老师会跟我们讲说，脾气小一点，耐心多一点。这边的小孩子其实很容易就是因为碰到挫折就放弃，没有旁边的人去给他鼓励的话，他很容易就离开了。让他们开阔视野，知道说其实留在家乡不是不好，要让这个意念留下来。除了当年会伫台北办展览，甲这少年囡仔的心血甲成果，互外界了解以外，王家立嘛甲袂少学校合作办课程，互资源无济囡仔嘛当有对工艺兴趣，还有学习的动力。透过创作的过程，帮助因好好行出家己的路。记者吴庭武、黄文良花莲报道。
来看台湾爬山的专家李忠汉，第5月份用无使用上诉的方式爬世界第3高峰，感谢张家峰哦，伊嘛是台湾史上的头一个。无上诉攻击海拔8586公尺，世界第3高峰，感谢张家峰已经是5月份进行的代志。不过吕忠汉被当伤的6支手指头啊，也有3支包起来，等嘛慢慢发出来。就是不用到截肢啦，对，但是就是必须去面对，因为无氧这么多次，或者你不断在做这件事情，总是会付出代价啦。付出比去年更加严重的重伤代价，吕忠汉即马本来应该伫国外继续攻顶，即马甘能伫台湾继续休养。想起即摆落山时阵出现断片，我分袂清是生也是死。伊讲是上恐怖的一摆经验。2个小时多，我是在做攀爬，做一些技术的操作，然后再往下走。对，然后等到我第2次有记忆的时候，我发现，那我到底是活着还是死掉的？2天的时间，我都觉得那个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自己这样。你家己发起将近14峰的大梦计划已经成功，无上诉爬完7顶峰。不过吕忠汉讲，即摆打破家己对无上诉认知的极限，未来无一定爱无上诉攻顶，但想好2023年春天要攻向第8座的顶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英国一个艺术家，伊伫徛家按上百台的领机，迄野生动物的日常，嘛开放直播，互全世界的人随时拢会当收看哦。其中猫头鸟饲囡仔的过程，逐工哦拢有2万的人伫线顶会收看。刚出世无偌久的猫头鸟向妈妈晒奶，住伫英国约克郡的艺术家富勒透过网络直播，将住伫徛家附近高中份猫头鸟一家的生活点滴传送到世界各地，逐工吸引2万人来看。I think there's a lot on the news and television at the moment, which is it's hard viewing, and this is just peaceful. It's a break really from the hectic world, and it's just that moment of calm and tranquility where they're able to watch nature. 富勒3年前伫徛家附近装上百个温馨摄影机，专门掠野生动物的样貌，这动物直播画面伫疫情封城期间特别受欢迎。这只猫头鸟小宝宝第一摆听到讲雷公，行到退几啊步，伊练的大目睭真古锥，就欠240万人次点发率。也未有美国、南韩甲荷兰等地。We've recently been watching Robert Fuller's live stream instead of sports. It's so peaceful and comforting compared to something like sports where everyone's yelling, everyone's just enjoying the wildlife. 富勒伫 YouTube 动物频道已经付50万订户，伊表示伊的观众都亲像看剧共款是看袂sen而且还有几个好处是简单会直接推出，24小时当然先看直播的即时画面。You know, you almost can't stop because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new happening. 公司新闻站回面朋友。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个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